今年娛樂圈裏的大叔們不約而同地開起了演唱會。4月尾，謝霆鋒在香港啟德體育園連唱4天，他的媽媽狄波拉、女友王菲、2個兒子悉數到場，引爆了輿論話題。時隔20年重拾歌手身份，當因為愛所以愛、黃種人等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一出，滿是回憶殺，玉蝴蝶更是讓他赤裸裸地秀了一把恩愛。時隔1個月，暌違9年的林峰也在香港紅磡體育館內舉辦了一場的《Go With The Flow》的演唱會。不同於謝霆鋒一人硬控全場，林峰的嘉賓請得挺多，先是合作過《溏心風暴》的鐘嘉欣。當鐘嘉欣空降舞台後，兩人牽手合唱，大熒幕滾動《溏心風暴》片段，林峰現場還原當年經典台詞，一句沒有常在心的日子第7900日，把鐘嘉欣給整哭了，觀眾也跟着淚眼婆娑。與周秀娜合唱了《Let's Get Wet》，兩個人都大秀身材，上演了一場極限拉扯。周秀娜保養得真厲害，年過40還是那麼辣。網友們意難平她的每一個前任和合作過的對手女演員，說她跟誰的 CP 感都比跟她老婆的強。不過很快大家的關注點便不在這些女嘉賓身上了，因為林峰在舞台上的灑碎更有看點，或者說更有焦點。只見他身穿一件 bling bling 的黑襯衫配黑色流蘇西裝，西褲腰部是牛仔拼接，一臉自信地自顧自提了提褲子，然後開始了做頂胯、俯胸肌等特別火辣的舞蹈動作。但平心而論，他這個年齡頂着一頭粉髮，穿一身叮叮當當的服飾，再做這些性感舞姿，其實有點違和。視頻經人發布到社交平台之後，網友清一色的辣評。有人說不是誰都可以像王嘉爾一樣褲子半穿還不油膩，有人說他實在不適合走灑酷路線，性感舞蹈跳出一股子尷尬勁，跟誰沒半毛錢關係。還有人問他最近是不是缺錢花，本可以體面老去，非要擊碎年輕時給億萬觀眾留下的童年濾鏡。尤其是一曲舞罷，他還給台下觀眾來了一個 wink， 那眼睛眨得真叫一個猝不及防，滿屏都開始冒油花籽了。另一個椅子舞也跳得人眼前一黑一黑又一黑，不知道他對這種比較擦邊的舞姿有什麼執念，但在奔五的年齡染一頭粉髮，在那估到真的不哭也不睡，反而有點辣眼睛。尤其是中間一段對着椅子扭啊扭，像隻竹節蟲一樣在那孤勇，有一種冷宮妃子賣力表現以博皇上一笑，卻讓皇上覺得尷尬難為情，當場逃跑的感覺。越努力越心酸，他本想灑個睡，內心 OS 應該是小樣，看我不迷死你，但硬生生跳出了一種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的樣子。果然，這支舞蹈又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吐槽，有人說他跳出來身殘志堅的感覺，還有人調侃他對凳子不禮貌。但這凳子舞他似乎頗引以為傲，還現場對着劉俊謙教學，表演員一臉自我陶醉，畫面太美不敢看，何時落得這收場？後來網友去買他的演唱會門票，開口便是有沒有林峰丟凳的票。但調侃歸調侃，看着自己的童年偶像一把年紀了努力拼事業，還被吐槽多少，還是有些心酸。當然，他的氣質、身材不適合走這種藝酷路線也是事實，因為都剛剛開演唱會，年紀又相仿，網友自然拿他跟謝霆鋒對比，大家一致認為謝霆鋒更為清爽。謝霆鋒不喜歡化妝，以前連拍戲時能不化妝都盡可能地不化妝，也許正是因為遠離化妝品，又有好基因加持，他比同齡人保養得反而更好，皮肉緊實，臉不腫不僵，沒有醫美痕跡。大概從進入觀眾視野開始，他就是那種戴一身銀鏈子，手上戴各種飾品，很朋克的範兒，所以哪怕他人到中年，再穿這些也不會讓人覺得有什麼違和之處。在台上，他或者抱着大吉他安靜彈唱，或者紮着馬步引吭高歌，仿佛間還能看到一點少年感。最重要的是，整個演唱會下來，他不換衣服，不請嘉賓，
全程都在唱歌，也沒有跳自己並不擅長的舞蹈，誠意滿滿又得心應手。人們常說在自己擅長的領域，整個人都是會發光的。謝霆鋒在舞台上便是光芒萬丈的，台下王菲都被他迷成了小女孩，會隨着節拍跟着一起手舞足蹈。灑碎對謝霆鋒來說像是舉手投足之間自帶的，不刻意便不油膩。反觀林峰每一個姿勢都想迷死觀眾，卻適得其反。另外，林峰的造型師也有點坑他，從頭到腳都與他的氣質不搭，還不如幾個伴舞的好看。老房改造徹底失敗，令顏粉心碎一地。6·1兒童節的迪士尼，連空氣裏都飄着甜絲絲的童話味。45歲的林峰也帶着女兒出現在這裏，沒有保鏢開道，沒有大陣仗跟拍，就是普普通通的爸爸，給閨女過個有儀式感的節日。這2年明星接地氣的新聞不少，但林峰這次被偶遇的細節，還是讓人心裏一暖。據網友說，他主動走過來和路人自拍，看到對方帶着小朋友，還特意把孩子叫到鏡頭前。有人擋了取景框，他就輕聲提醒麻煩讓，等所有人都站好位置，表情到位了，才按下快門。這哪是頂流明星，分明是鄰居家那個熱心腸的大哥。其實想想，林峰的鬆弛早有預兆。他剛在紅館開完演唱會，舞台上染着顯眼髮色，唱跳狀態不輸小年輕。可一下台，他就變回了女兒奴。演唱會尾場，張馨月帶着5歲的女兒驚喜現身，他在台上眼含笑意感謝妻女。工作一結束，立刻推掉所有行程，帶着家人去迪士尼。這種工作時全程投入，生活時徹底切換的狀態，比那些刻意凹好爸爸人設的明星真實多了。同行的還有陳浩民一家。55歲的陳浩民，頭頂牛仔帽，脖子上掛着孩子的水壺，手裏攢着手機，肚子微微隆起，那還有半分斷預濟公的仙氣？倒是像極了每個週末被老婆孩子壓着出門遛娃的普通爸爸。兩個家庭湊在一起，林峰的人氣高到不斷被求合影，陳浩民就站在旁邊笑眯眯地幫忙看孩子，這畫面太有生活氣了，讓人突然明白，明星也是人，卸下光環，他們和我們一樣，會為孩子的一個笑臉開心，會為拍張全家福調整10次角度。再看張馨月，這次真的反差大。演唱會時，她頂着黑長捲髮，精緻得像公主。可迪士尼這天，她套着黑色防曬衣，寬鬆黑褲子，戴頂架式遮陽帽，頭髮隨意披着，湊近看，髮尾還有點乾枯毛躁，法令紋在素顏下格外明顯。網友吐槽她法令紋能夾蚊子，可換個角度想，那個媽媽帶娃出去玩，會特意化全妝做頭髮？防曬衣、舒服的褲子，才是帶娃步走2萬步的標配啊！有人說她私下不精緻，但我倒覺得這才是真實。模特出身的她，173的身高在人群裏依然出挑，可再高的個子，再好的身材，也抵不過帶娃的辛苦。孩子要抱，要控，要追着跑，哪有時間顧得上頭髮光不光澤，法令紋深不深？倒是他這次的造型，比平時直播間裏的用力多了份自然的舒服。林峰對老婆的包容也藏在細節裏。張馨月這些年負面新聞不少，但他從沒在公開場合說過一句重話。演唱會感謝妻女時，他眼裏的溫柔是藏不住的。